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教學。今日我哋會講一講一種好有趣嘅中藥材桑白皮。其實呢個名字喺我哋日常生活中都可能聽得多，而佢嘅用途又真係好廣泛，唔單止係治咳嗽或者水腫咁簡單，仲可以做到平肝降壓，甚至止血添。而且桑白皮都可以製成唔同嘅炮製品，好似炒過、蜜過咁樣，令到中藥嘅療效更加好添。如果我哋遇到一啲咳嗽或者身體浮腫不適嘅情況，會唔會想揾啲自然嘅方法嚟幫手呢？中醫入面咁多天然嘅療法就係我哋嘅好選擇啊！而桑白皮喺中醫裏面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戰將。講返今次教學嘅主題，桑白皮嘅基本資料係點樣嘅呢？其實佢係桑科植物桑嘅乾燥根皮，性味歸肺經、甘寒。喺中醫理論之中，甘可以滋養身體，寒可以平抑內熱。咁搭配一齊用，效果就十分理想。今次我哋會深入了解桑白皮嘅多樣用途，包括點樣喺實際生活中應用。首先，最有人氣嘅當然係瀉肺平喘啦，特別係肺熱壅盛、咳嗽有黃稠痰者都可以用到。照我嘅經驗，不論冬天或者夏天，如果屋企有人感冒、咳嗽又痰多嘅，都會好常用到桑白皮，幫助清熱止咳。除咗呢啲，桑白皮仲可以做利水消腫，尤其適合水腫、浮腫或者尿少嘅情況。咁平時我哋親戚朋友有啲中老年人士，可能都會遇到呢啲問題，呢時就可以考慮用中醫嘅療法，比自己用啲西藥嚟得更溫和。講到實用方法，桑白皮可以用嚟煎水服，用量大概係6到12克，每日1次。你哋知道啦，喺中醫入面炮製方法都好重要，有啲可以炒過，升高瀉肺效果。有啲可以加入蜜製成蜜桑白皮用，呢種方式唔單止滋潤，仲可以補氣，幫助改善體虛肺弱嘅咳嗽。不過講到使用要留意嘅地方，例如肺寒無火或者風寒咳嗽嘅朋友，建議唔好用呢個藥材，因為佢性寒，可能會加重寒邪。因此喺用藥前最好先諮詢專業中醫師，配合自己身體狀況嚟選擇。除咗治咳，桑白皮仲可以配合其他草藥，好似地骨皮，兩個配合可以一齊清泄肺熱、止咳平喘，或者同茯苓皮配，增強利水消腫嘅作用，適合水腫、尿少嘅人。話晒，中醫嘅一大優點就係藥物嘅配伍，可以因應不同情況調整用法用量。最後喺我哋今日嘅分享中，最重要係要記住，用藥之前一定要評估自己嘅體質，唔好自己亂嚟，同時從醫師嗰度獲得專業建議，先可以安全又有效咁應用中醫藥。喺而家呢個快節奏嘅生活，健康成為越嚟越珍貴，唔少朋友都會感受到身體嘅小毛病。中醫呢，不單止可以用嚟治病，更可以作為日常嘅預防同調理工具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了解中醫嘅智慧，把自然嘅好處融入生活中。咁如果你鍾意今次呢個中醫分享嘅話，記得點個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身邊啲人一齊認識多啲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帶嚟更多實用嘅中醫知識。多謝大家。